2026年4月廿幾啊，26啊，晏晝差唔多6點。咁嗰邊炮台山地鐵站啦，好遠嗰度。我試下呢間燒味一族，呢、個雙拼35啊，係啊35，就呢度。咁佢有叉燒，有油雞、豉油雞、燒肉、燒鴨、燒肉叉燒，多汁多薑蓉，有埋菜，包埋嘢飲嘅。佢仲有第二啲嘅燉湯，有甜品，仲有呢啲喎，成1000蚊，一隻乳豬加雞。呢個仲有小食甜品，有乳豬喎，原來不過70幾蚊，70蚊雙拼。咁我試咗一嚿叉燒，好腍，好食。一嚿燒肉冇乜肉，肥膏加個脆皮，我可能就食咗邊，但係都好食好脆。抵食我35蚊，有埋嘢飲。